Hello，小朋友，又係 Vicky 老師同你一齊睇聖經啊！你開始之前想問你一個問題喎，今個星期或者上個星期，你有冇做咗啲乜嘢，覺得自己好自豪嘅咧？覺得自己好叻叻嘅？喺學業方面，係咪有好好嘅成績啊？喺運動方面，係咪因為參加運動嘅時候有攞分呢？定喺比賽上面啊？你有參加比賽，而你有攞到獎啊？今日咧，我哋嘅學習係喺腓立比書噶喎。我哋睇下咧，究竟同今日嘅學習同我哋叻叻呢樣嘢有咩關係啦？喺開始之前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真係天父，好多謝你畀我哋有時間可以坐低去讀聖經，求你讓我能夠明白今日嘅經文，讓我懂得咧點樣去運用喺我嘅生命入邊。謝謝你每一日都與我同在，保護我嘅帶領我。禱告係奉主以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好。我哋一齊讀聖經啦。今日嘅經文係喺腓立比書第二章，有一個題目噃，叫做以基督的心為心。所以在基督裏，若有任何勸勉，若有任何愛心的安慰，若有任何聖靈的團契，若有任何慈悲憐憫，你們就要意志相同，愛心相同。有一致的心思，一致的想法，使我的喜樂得以滿足。凡事不可自私自利，不可貪圖虛榮，只要心存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。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謙卑自己，全心信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把他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使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，眾膝都要跪下，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，歸榮耀給父神。哇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讀經嘅內容，喺腓立比書第二章第一節到邊啊？11節喎。頭先聽完或者睇完呢段經文，你有冇發現有啲嘢係重複提㗎？有啲字咧，好似出現咗4次咁樣嘅，你有冇發現啊？哦，一開始有話若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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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假如咧有呢啲嘅情況發生嘅時候，我哋要喺主耶穌入邊要點樣啊？要有啲嘢相同嘅噃，你嘅意志相同啦，愛心相同啦，心思相同啦，想法都相同喎。一樣嘅話會點啊？為咗乜嘢嘢啊？為咗咧令到主耶穌基督嘅開心喎，咁特別嘅，我哋再睇落去咯。我哋要記住先，有啲嘢發生嘅時候，我哋要喺主耶穌入邊。要有相同嘅意志、愛心、
想法、心思，為咗主耶穌噶。跟住我講咩啊？唔可以自私自利，唔可以貪圖虛榮，要心存謙卑，睇別人比自己強，唔好顧自己，要顧人哋嘅事喎。即係話咩啊？即係話咧，我哋咧叻叻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開心，但係咧唔可以一直咁話人，同人講我好叻，我好叻，我好叻，我好叻喎。我哋都要咧去關心下身邊嘅人喎。我哋當人哋讚賞我哋嘅時候，我哋要講多謝；當人哋咧叻嘅時候，我哋都要鼓勵人哋噶，唔可以話因為佢叻而我唔叻，我唔開心喎。因為咧，天父主耶穌咧唔中意我哋咁樣，主耶穌中意我哋咩啊？心存謙卑啊！點解嘅？知唔知啊？我哋咧要好似主耶穌咁樣，有主耶穌嘅心腸喎。因為主耶穌咧，佢本來係神嘅兒子，但係佢唔係一直喺天堂喎。佢咧願意咧降生為人。佢咧喺地上面做咩啊？去傳福音啦，去俾大家去認識天父爸爸啦，去叫大家咧唔好去犯罪，去跟從天父爸爸喎。呢個咧就係謙卑嘅行為啦。主耶穌咧，佢係好謙卑噶，佢冇話因為我係神嘅兒子，所以我好叻叻。而係咧，佢咧係願意順服天父爸爸俾佢嘅任務，佢咧喺任何事情上咧都冇成日咁樣去話俾其他人知佢幾叻喎，反而佢係好用心咁去傳福音啊，好努力咁樣去同大家教導大家點樣去愛天父爸爸，點樣去回應天父爸爸嘅愛，直到點啊？直到死都一直咁樣喺度話俾大家知，天父爸爸係幾好㗎，大家咧要跟從佢喎。我哋咧啱啱過咗復活節啦，我哋知道咧，每一年呢個嘅時間，我哋都係為咗紀念主耶穌，係咪就係為咗紀念主耶穌復活啊？唔係啊，我哋咧係為咗咧去紀念主耶穌咧嚟到呢個世界上，俾我哋認識天父爸爸，俾我哋認識主耶穌，等我哋咧可以去相信佢，可以去跟從佢。所以咧，我哋因為相信主耶穌之後，我哋都有主耶穌嘅心腸，我哋咧會有愛心啦，我哋咧都要唔係單單就係有愛心，就係單單去學習要去傳福音喎，我哋都要咧去記住學習謙卑，學習順服。好，我哋咧一齊睇下今日嘅故事。咦，有蛋糕喎，我哋睇下今日嘅小故事點解同蛋糕有關嘅先。哇，係我最鍾意嘅蛋糕啊！以倫跑入廚房喺度大叫喎，細佬以威就跟住哥哥入咗廚房啦。以倫馬上拎走咗成個蛋糕啊！細佬就細佬就投訴啦。點解你攞走咗成個蛋糕㗎？有人就話啦，因為我快過你咯，所以我可以食多啲。我你咁慢，我快過你啊！我游水又快過你，踩單車又快過你，我刷牙都快過你啊！我叻過你啊！媽咪見到啦，哥哥議論同細佬整鬼臉喎，細佬好似想喊咁啊！於是媽媽就話啦。議倫哥哥，如果我話畀你知，整呢塊蛋糕嘅面糊污糟咗，你會唔會想食佢啊？議倫就話啦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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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
污糟咗，食咗會肚痛㗎，梗係唔食啦。媽咪就話：係啊，雨倫哥哥，污糟咧會破壞咗個蛋糕嘅味道㗎。但係你知唔知，驕傲都係一種污糟嚟㗎。當我哋認為自己比人哋叻，睇唔起人哋嘅時候，或者當我哋淨係顧自己而唔理人哋嘅時候，呢個都係驕傲嘅表現啊！驕傲係會破壞人同人之間嘅關係。天父爸爸唔鍾意驕傲嘅人㗎。天父爸爸教導我哋係要好似主耶穌咁謙卑喎。主耶穌係神嘅兒子，但係佢願意嚟到呢個地上做人，去教導我哋，去服侍我哋，去傳福音。我哋應該去效法主耶穌㗎。所以，雨良哥哥，你係鍾意污糟嘅蛋糕，定係好好味嘅蛋糕咧？雨良聽到媽媽講嘅呢個嘅比喻，就話啦：我明啦，媽媽，我會同細佬二威分享呢個蛋糕㗎。無論佢想食幾多，我都會同佢分享。媽咪就好滿意點頭啦。係啊，咁嘅做法非常好，但係你都仲要同細佬道歉喎。你唔可以睇唔起細佬㗎，認為你叻過佢喎。謙卑咧係需要我哋去付出努力，但係咧，如果我哋謙卑嘅話，天父爸爸係會好開心、好鍾意㗎。好啦，我哋諗下啦，聽完呢個小故事。我哋之前咪有講過，啱啱個星期可能有遇到啲覺得自己好叻叻嘅時間，好自豪嘅時間嘅。你當然有一個開心嘅心情啦，但係你有冇一個驕傲嘅感受咧？你可以去叻叻，但係咧，如果你言語或者行為上你令到有人唔開心嘅話咧，呢個就係驕傲啦。你有冇睇唔起身邊嘅人咧？如果有咧，你咧要同返嗰啲人講 say sorry 啊，亦都咧要喺祈禱嗰度同啲主耶穌講 sorry 喎。希望求主耶穌幫助你，唔好下一次再犯呢個嘅錯誤啊！諗下今個星期你咧會點樣去關心身邊嘅人呢？我哋今日有一個金句，係喺馬太福音23章11節嘅，我哋一齊讀啊！你們中間最大的，必作你們的僕人。馬太福音23章11節，再讀多次。你們中間最大的，必作你們的僕人。馬太福音23章11節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天父爸爸，謝謝你畀我今日嘅學習。我哋咧認識到，我哋要以基督嘅心為心。如果咧我因為叻叻而驕傲，喺言語或者行為上有令到其他人唔開心嘅時候，求你原諒我，求你畀我記得呢啲嘅事情，之後搵機會去同返嗰啲人講 sorry。我好希望咧可以好似主耶穌一樣去謙卑，去用愛心去幫助人。但係咧，呢一樣嘢可能我唔一定時時刻刻做到㗎，求你去提醒我，幫助我。謝謝你，聽我嘅祈禱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好，我哋完結之前再讀多次呢個金句啊！一、二、三，你們中間最大的，必作你們的僕人。馬太福音23章11節。
記住啦，我哋要學像主耶穌咁樣，要去服侍其他人，唔好要咧謙卑啦，要咧去顧其他人嘅感受喎。下一次我哋一齊再讀聖經啊，拜拜。